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即摆来到这个所在咧是保利，保利吼，咱即摆要来带大家要来创啥咧？咱要来掘甘蔗。啊，若讲到这个掘甘蔗吼，咱即摆就来找一个矿上，矿上吼是伫咧保利上有名的，伫咧咧栽甘蔗。好，咱做伙来看卖，行。 矿上，你好，来这你搭做啦。哎，我伫咧路吼，有听讲这支骨啊，伊这是定做的吼，啊，伊讲专门是伫咧掘甘蔗咧用的。对。啊，是讲哦，这个物件袂晓用，啊是讲来介绍一下，讲互观众朋友了解一下，这要安怎处理？来，啊，我过来咧看。好。我囝先甲拆开者啦，嘿。好。哦，啊无啊，这因为甘蔗惊风台啊。 惊风台，甘蔗就我大英价哦。哎呀，啊无风台来，拢无当收啊，拢倒了啊，所以拢爱大体价吼。咱个甘蔗咧生长较正常，啊较好管顾啊。你可能拢足罕得来哦，我看你这草拢生甲规堆安尼。啊，因为我用半有机的物件吼，较会有草籽啦。算讲较天然的，较有草啦。哎呀，哦，这甲咱一般想的拢无共哦。咱是讲看一个人吼，有骨啊无骨啊，就看伊的鱼，看伊的田就知。这专草。 我是讲今日，就是有机内底籽较济啦，啊籽较济，先草木就济啦，所以管顾会较比别人较辛苦。哦，这个骨仔就是你掘这甘蔗用的，哦，啊先起头啊，哇，安尼就起来。哎呀。 哦，看你头手真溜溜咧。来，啊，你要来试看马仔无？好啊，啊你我看一下好啊。嘿，咱这讲有啥物美感？看这长，嘿，从咱这长伫遮，你要先甲头去掉。安尼看是毋看较有，对无？哦，啊个对这长对，了解？就是机啊。 安尼我就互阿峰来试看卖咯。咱即摆互先来测这站看卖，看今仔日功夫练了啥款。诶，骨甘蔗，骨仔爱压较悬一丝。骨仔爱压较悬。嘿，互伊最力。哦，这讲就是用伊本身的力。对。安尼落去。所以伊的骨仔有重量的，你着上遮对遮骨落，对遮骨落。用伊的重量。嘿。我安尼敢袂伤悬？你也是用炸的。 这是用炸的哎，这真正吼无好练，无好弹。我上足久啊，安尼上袂着。诶，伊有根啊，伊的长有苗啊。我叫你乌边的原因就是，伊的根有斑头嘛。嘿，啊，你若甲掘掉先，伊的头脚较少先，才凹起来。啊，伊这个骨仔就是定做的，就是掘落了爱翘起来，甘蔗才会起来。牙骨仔翘吼，我较无仔内行啦。啊，若用另外一种翘吼，可能就较怪事。对啦，请你来做工课，练了钱了，甲袂记得了。了甲阿上就袂认咧阿嬷吼。哎，对。安尼起来。啊，这安尼，无怪顶外要搭这网啊，咱咧掘落的时阵。 较袂倒落，主要是风台的问题啦。好，安尼我趁即摆有无？搁来甲掘一下看卖，我即摆有掠到迄个美角啊。啊，你对巴肚边咧掘。对巴肚边，伊的巴肚边毋是我的啦吼。哎。掘啊掘啊掘。啊，哦，你有无？哦。对。哎呦，你这甘蔗吼，真正是有机的呢，佫会闪呢。嘿啊，我。 掘来的拢有闪过。你掘到甘蔗的半边。啊，你有无？你炸了半条鱼啊，所以你的迄个头老底啊，你有看？咱即摆吼，来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命案的现场啦。吼，这就是功夫派，我甲上重要、上水的部分留伫涂的。所以你话这真正是需要功夫，观众朋友唔通佫嫌甘蔗贵。你头拄啊，你看你掘甲安尼的时阵，是留只头伫遐，嘿，对无？你做物件才好用诶。迄上有用的就拢迄涂胶。系啊。哦，迄图阮遐粗啦。哇，这是为土掘起来就遮大只呢，这真正是有机的。观众朋友你来看，咱这个图阮有无？
我今仔汉你看你这大只啊！我就想着讲哦，咱较早伫咧学校啊，老师拢会咧讲，读一半时阵，伊共款迄节会搁直直选，另外一节就刷起来。对。迄个时阵有无？因为我今日大细头嘛，我就为中甲对破。奇怪，我这大温哪会？实在新的朋友了，咱就搁甲放倒，继续咱的主角。你看，你头拄仔骨的吼，就是好的物件，你用甲留在土底无骨起来，伊的头就是连年拢伫土底。营养素拢是为遮开始吸收，为遮开始发出来发出来。大概捌看个甘蔗头，嘿啊，食安尼济甘蔗，嗑安尼济甘蔗，捌看过甘蔗头。今仔日若是因为阿峰今仔日来骨，我看无。骨了无好势。无要来抽奖无？要抽甘蔗头无？好啦，讲笑。真轻松，迄甘蔗敢若拢会听你的话安尼，手迄骨仔落去，甘蔗就起来；骨仔落去，甘蔗就起来。甘蔗尾歹去的话，伊会不角硬，角硬是对伊的皮也走出来。这甘蔗吼，伊就是无长无食漏水死去啊，所以伊会发一角硬，这角硬就无效啊。这甘蔗嘛味甜，食起来会像水菜菜安尼。规个拢无效。这就品质不好诶，这就是。但咱今日做肥料。无，伊会使做其他用途，煮食啥拢会使用甘蔗本身。不过伊无长是味甜啊，不过元素低咧。偶尔你会去看到红甘蔗开花，迄个机会较少。是哦，好，安尼咱即摆来顺看觅，看有迄个红甘蔗的花无？拄啊好，你后壁就一支啦。郭总，你看吼，你这是毋是甲顶下共款？有人拢会揢剑揢本去，伫咧遮比武相杀，无张持无水去扑着即支甘蔗，这才会一顺。毋是啦，伊这是甘蔗吼，大成长，伊水分伤饱时，伊才会闭去。这是大了伤紧闭去哦。我看伊即支是啥物？即支是足罕咧看的，即支是红甘蔗的甘蔗花。足罕咧看的甘蔗花，甘蔗会开花哦。伊开起来花，甲官网要共款。不过伊即摆还未开到遐去。所以讲这是算真珍贵的一个物件。真少人看到甘蔗花。真少人看到甘，就算看到嘛，唔知影伊是花。对，甘蔗花若有开，表示今年的年冬会较顺。你看，阮真正是用火伫咧拍皮啊咧，这是棒。这甘蔗花要看到期间无真济啦，因为伊要超过上年嘛，若伫咱这规年内底要开花的机会足少的。这大片拢无甘蔗花，甲即站有甘蔗花。咱要安怎看伊是毋是甘蔗花哦？不要紧，因为像我嘛看袂出来。毋过咱的课上哦，有甲我讲要安怎看，就是看咱即个母丛、即个主的、即个吼，看伊顶悬抑佫活咧无。若是规丛好，即个就是甘蔗花。你若讲像讲咱迄个边仔迄冷气啊，破起来，迄就是不角硬，听到足侪名词的吼。毋过这网真高哦，咱遐找一个所在时阵，再过来讲哦，这就甲迄落，这真正吼。要错无好错，要骨无好骨，我放佫真高，真正无好练。好啦，行，咱先来比较较无放的所在。这放真高安尼，我今日斗3工去，较袂遮错你啦，伊个甘蔗有毛吼。甘蔗有毛，我是讲干那我骹腿有毛尔呢，甘蔗有毛。咱来看觅者，啥物叫做甘蔗的毛？甘蔗的毛，这唔通摸哦。人咧讲，咧上啊，可能就是去摸着甘蔗的毛，这会拢甘蔗园。这叶仔就甲等咧边啊。我先开始乱。手拢先挂咧。你手拢先挂咧，你甲我斗3工一个。科长，你安尼免手拢？我无摸着迄只啦。算讲有练过，知影通好注意迄个美感就对啊。狗遐济啊！这狗遐嘛真大只咧。有甜无甜吼？看狗遐有济无就知。这狗遐吼，真正强要比路的狗较大只。咱大部分差不多是拢几支一捆？这可能11支就有啊。11支就有啊。11支咱若甲称起来，差不多是偌重？60台斤。60台斤哦。总斤超32、35。安尼嘛拄好一个小学生的体重呢。咱像讲这个头扑落来了后，这是算尾，这个尾扑落来了后，感觉有伊的路用。有，我这就是甘蔗种啊，我有筛选。较好的就留咧，搁好继续补拔开，安尼拔，是啊，这一苗啊。伊一年才是收，若季节性无共的时阵，伊是爱年外，爱有休困哟。系啊，伊年外才我都收啊。
甘蔗爱看款，无法度连做，因为连做问题吼，伊的土壤啊，你无顾好的时阵，伊无法度。一般来讲，种甘蔗吼，嘛算讲是搁咧起头就对啊。种一年啊，让2年以上啦。对啊，种别款的作物啦，比如讲，我若是无咧种甘蔗，我拢是会种啥？种一寡菜类啊，桥啦、大瓜啦、甜椒啦、青椒啦。桥我知，迄人咧讲食桥会烧着啦。哦，跟着没有啊？咱像讲哦，这真正拢是学问啦。人讲哦，饲鱼啊哦，其实是咧饲水，在咧种这个作物，其实上重要的嘛是咧培养这个土呢。我要白头一步你看。好，手啊顶一下，扭啊，好按，冲对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啊，蜗牛啊，哦，梨啊梨啊，哎，哦，阮顶下做一有挂梨啊，拢较厉害啦。啊叫孙来，嘿好，起来，好，哦，扭按，啊，扭按，哦，啊看你过到迄边，哦，你爱倒过，倒过就是这样冲倒过，冲倒过，用冲的，你用细歹细，哦好，安尼就袂落啊，嘿，搁一个八字过来，嗯，一个扭咧，一个来，嗯，安尼八字，迄就掉了啊，哦。这甘蔗咱绑好爱上车吼，啊，即摆爱徛3支布，甲甘蔗按起来，按面按起来，要上顶个头，啊，是毋是只有平衡感的问题？嘿，你就找中间点，嘿，有无？哦，安尼，你有咧食迄个铁牛运功散哦，拢野人的哦，安尼，毋是，毋着手，安尼，较头好，会使，好，按头甲踩落，踩啊，45度角，哎，好，啊，顶个头看，上啊，搁较落，平衡感，搁落，哎，有对中就对哦。哎对，哦好，啊头甲小甲抱一丝啊，翘起来，哎，等下，我这伊这个会疼呢，这袂啦，有肉，嘿，有肉嘛，哎爱闪迄个肉去。毋是，迄是阮野久的镜头底肉，哦，伊就是垫背，嘿，嘿，有好嫩。有大的啦。这真正嘛是真臭呢，看起来无啥。咱咧看迄个底下有无？伊中是空的甘蔗，伊内底毋那十八，内底搁泉水。哦，夭寿，迄真正袂输耕一个人呢。来，放掉的啊！来到遮吼，顶个头头放起来落。顶个头放起来。哎，来，平衡者，好来。放咧。哦，好啊，安尼就好，完成啊。有够歹练的。安尼吼，安尼你错甘蔗，我错甘蔗。好啦，看我即马吼，还佫有气力，还袂死分去进前哦。先来讲一下咱节目上重要的精神啦。你讲台语，我讲台语，阮讲台语，咱讲台语，耶。